八怪，居然跑路了！没人要的东西。这里不是韩雨熙家吗？他家，这个臭女人已经自作主张把房子退了。雨熙搬走了，那她现在在哪里啊？哥们儿，这是我想问的好吗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很关心他吗？喂，你想知道他这段时间怎么了吗？韩雨熙所有的事情我都清楚。怎么样？给我600块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还有这种事？曲龙，对不起啊，他找你要了多少钱？我现在就给你。我给你提这个事情不是为了钱。先不说这个雨熙，最近都联系不上你，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他在为我着想。我以为你会想不开，做什么傻事啊？我没事，谢谢。而且，你为什么会和那种男人在一起啊？你们根本不合适啊！我和他一点都不般配吧？那当然了，你们根本就不合适。你这么好的女孩，怎么能和他这种人渣在一起？太委屈你了。反正以后我和季明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啊，对了，接下来的3个月，你可能还会联系不到我，别担心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想整容。你要去整容？从小骨开始，眼睛和鼻子都要整。可，雨熙，你没必要这么做的，有副作用怎么办？我也怕会死在手术台上，但是我更怕一直活在别人的嘲笑里。我真的受够了，说什么内在美很重要，其实所有人都在说谎，他们根本不会试图去了解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也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也有好人呢。雨熙，继续来画画吧，我带你去认识新的朋友。等下次你就应该也能懂，有这种长相生活起来有多痛苦吧？我说错话了，对不起。不，是我冒昧了。祝你手术顺利。我竟然和我讨厌的人做出了同样的举动。